罗汉生，台湾话文的正统甲传统。这篇语音内容是对罗汉生伫1991年写的，伫高台台建社网络改编来的。台湾话敢是采纳中原正统的语言。现代语言学并无正统语言的观念。颠倒来讲，人类社会所有的语言拢是正统的。按这个观念，即马住伫采纳中原地区的人并袂晓讲台语，所以台语一定是中原地区的正统语言。古早时代住伫中原地区的人所讲的语言，是毋是甲即马咱伫讲的台湾话共款？敢若是一个猜想尔。台湾话甲日本话、韩国话、越南话共款，有一部分是对古代的汉语演变来的。但是咱袂当因为安尼，就讲台湾话、日本话、韩国话、越南话都是中原正统的语言。事实上，敢若是死的语言才袂改变。现代的台湾话内底，毋但有原底的福建，嘛有真侪是对台湾原住民语言来的。嘛有对荷兰、西班牙、日本、南洋、英语、华语来的外来语，所以现代我的台湾话，的确早当是死的采纳中原正统语言啦。有一寡台语专家，特别是受过华语文字学训练的，真爱强调台语甲古代汉语的关系，来证明台语的正统。我真会当了解这个语言学家的苦心。台语长期以来受到过去的政府的压迫，真侪台湾人对家己的母语煞有自卑感。这个台语专家想要用这种正统的讲法，提升台湾人对母语的重视甲自信。毋过，过分强调台语甲古代汉语汉字的关系，会严重影响到台语的现代化、口语化，对台文的通行甲普及，嘛有负面的影响。特别是若浪费伤侪时间用华语写文章来讨论台语，这种用华语写的，写100篇也毋值一篇用台语写的。要推广台语，就爱家己大声讲台语；要促进台文，就爱家己大声写台文。就爱讲，就爱写，有实行才有认同，有认同才有效果。台湾话文现代化，敢会失去文化的传统？台湾是一个工商发达的国家，台湾人甲世界上讲各种无共款语言的人接触的机会真侪。事实上，目前咱伫讲的台湾话已经吸收足侪的外来语。为着要互台文口语化，充分表达现代台湾人的生活，台文的外来语的比例一定会增加，这是必然的办事。所以台语要安怎讲，台文要安怎写，只要是人听有、看有，甲是毋是会失去文化的传统并无关系。